重重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上爱条条老你讲也早故事，跳又爱又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杂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安讲，不是按心说。将颜色混水含含，等你是心酸爱，老老交交归通旁，等开红跳油啊伫面向，跳油爱又重重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上爱条条。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仗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安讲，不是按心说，一早早的安讲，不是按心说。倒上，你都想清楚的嘿，也系你一生年的事情，我会想清楚哦。也想清楚嘞，也生年，也请我加本人生法。好啦，你去客厅一下。看佢上嘅係咪讓人強要，係等咗啦。ありがとう。神花，我愛加本，一下就加本。係講唔同愛捱，人就結婚啊！人咪冇愛捱，人也冇才條通，人唔貪攀定，聽日食苦。咩啲啊？俺吃飯唔見事，咩唔通常常去三做？俺有呢條，又老又假，一時咩唔驚死苦。
唔知欠您按多钱的辛苦啊。那道上讲，强灾万千，天公地土，若要留你天数，你马家都唔强，就讲无爱爱，迄讲好爱爱，就痛爱。吴顺发，你们还读过书，做过调解的人们，你要讲起法律，我让你变来变去呢。我脑壳一下加本你，还替你赚去赚钱，让你还债，替你吃苦嘿。要我有你唔抵更少的人呐，哈？调解娘，哎，真是过人脑壳，歹势。给你推麻烦，你推麻烦啊！婚姻太事，干咩让你分家啦？你转去，哪不看我分呀？母さん、お願いします。请人答应，我唔係優秀嘅人，我唔驚死苦，冇想法，我講唔下去，我聽說愛加本記。我保證，我唔會後悔。保证？你要保证呢？你就会按我，这么100又100，我压中你骗。道さん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唔係講過，神法係有擔當嘅人啊，本來家己，好冇？阿婆，唔聽出我一下家係冇？你做唔得等神法再還提嚟漲價係？不准加，不管哪流死，就不准加不给。就是因為佢一下懂困難，因為佢懂苦，故說來張家聽我娘自家本記，我媽家都唔曉得。不過，若要請你留佢天數，本記做得三網大兵。那可等價一段時間啦。你無愛，道上唔好愛人家，我咩愛家？啊你哦，什麼？家唔看捱掉係唔係？就答應佢啦。你了解迄樣的呀？無可能唔神法迄樣的對腦殼的呀！他絕對唔會同意。调解娘，客嫂，是你呀。先放起來。神法，係。唔聽出愛保證，一成年總得對唔起腦殼。係。腦殼，就搞本唔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道上，ありがとう。
出讲迄唔该时间，阿爸的阿妈爱的啦，爱囡仔吼，就叫伊搞阮来吼。什么卡啥？歹势哦！歹势，内底有蛮多的。鸟啊，拜过了，做唔得啦。你是来过，我喊我老阿母的带家种的，来。鸟为有你按3年性嘅妹呢，係你妹嫁，硬去嫁啦。你看，仲要按人情，卡啥？姐妹，歹势啦，哎吼，真是我要见面见人呐。阿爸同人中间调案多麻烦。竟然连品鉴又拿唔出来，真是对唔起人啊！卡啥？唔好叫啦，万一唔係加董燕，行量鋪叫就怎樣？嫁係就係嫁嘅啊！所以人嘅新求愛啲分寸啊，冇必到烏卡啊！好，來啲。让你舒服。什么卡啥？好啊，卡啥？卡下無酸，應該禮拜。結婚典禮一下開始。100天梯。伫神化人生最大點嘅要從分離，帶本神化重新振造，面對債務繼續打拼嘅力量。不過同時也帶來嘅很較多嘅指引。新娘講高門金子。歹勢哪有好？也搶出嚟分也嘅，但係我同天公伯講，總有一日，聽說會帶一個金子本。好，那我靠，天太地太嘅事，有多生菜，對冇？愛弟，什麼多少？你是吧？你會記得你公公嘅話哈，係講你欺負腦殼，那天就會請你算是。家己的，
老公，干啥？啦，干啥？你唔好惊叫，我硬要上叫呢。恭喜你哋正式嘅做公婆。恭喜哦！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哎呀，你做咩啊？无啊，我无得上。啊？冇嘅。哎，卡上本来款，结果啊冇乜嘅啦。你有咩咁奇怪呢？啊？都这样很加本来，听说要好好照顾。讲我嘅道车，我迄家本，我亲上家嘅你。哎，讲好哦，喊拜吼，做唔得，对我太细心。太细心。做唔得，偷食只。好，偷谁家？还有做唔得。甜美，颤抖。哎，明姐，人家诶，係咪水魔？唔想睡啊？來，來，瞓啊！注意防跳。喺島上啊，我係講過，一號嘅防跳啊，會熱蟲啊。熱，火，熱，蟲。
轮体了，什么？很压哎，好水。啊，总得啦。什么？人来个福送的，下面水母啊，叫他撕掉，你慢点走啊。新年做做买些啊？冇，我推荐做好冇？好啦，那个爱了。你要做乜嘅事啊？19啊。做乜嘅19啊？根本人哦，系红人来啦，红人来哦，就是19，跟住啊，来。冇想到，酒量暗好啊！因为冇想到做嘅面是迄人啊？冇试过酒啊？我尝试过药酒、补酒，冇试过药种的。你干嘛呀？你若申请结婚了，我人会讲嘛，那你想去啊？我是真心希望今日幸福。但你想嘛个啊？想到咱认真。你的想坦白啊？坦白的事情有嘛个好想的啊？你是想我坦白啊？这种想很麻烦的事情，哎，坦白不用的啊，慢一点啊。但系从我爱本世界的方向啊，冇人来用过啊。你上摆讲的咁么个出堂戏，有好冇好啊？应该有啊。给你去问家师好冇？我地贵贵，但系我想的地都大于贵。我记得问哦。时年1956年，台湾同日本签订一份无基础贸易计划，双方贸易总额天各系5000万美元。计划多项清楚地列出了台湾爱向日本进口，还有计划外销日本的货物项目。一个协定，本进出口贸易上成为最大的得利者。哈哈，你还专门啊？大家，可唔收得咁歡喜？
迄唔迄有乜个好小事呢？哼，你哈，这个存太钱啦，你当然听咩？条家，迄乜个原因咯？吼？啊，好比讲啊，条摆因掠点的做咧开到8点的，掠做咧开到半夜，那迄阵较赚钱啊。讲嘢呀哈？系啦，差不多就搿个意思啦。真冇简单哦，唔会啦。你来了，回来。再来啊！坐。勇啊，你阿爸工作有顺利嘛？哦。阿边啊，孙啊，跟酒啊，来。外孙啊，迄个总经济委员哦，行动爱人讲合法好，有钱钱有阿啥哩，答应阮爱人出货，错啊，个家私哦，要变异，俗尾班哦。真经改使哦，有钱要撞下人意啦。出唔知哦，记得哦，总共就人看到去哦。公务量举办做一届用体用诶。哦，强。迄因你阿爸送出去个金条，全都变做因为有钱输的哦。嘛个有钱输，迄叫做有钱强者，对嘛？有钱强者。哦，对。别走。阿公爷来结婚，因为无抢呢。哦，拖俩心球啊，又把因为穿一天的就好命咧。没啦，唔免来心球啦。没有，阿公爷摸的嘿啊。没啦。没有啊，唔买嗰張歌故事咯。哦。排先，過來哈。你哪空來啊？吃飯嘞。卡莎，mon爸，阿里嘎多。唉，我要做在草案的无手手的，唉，看到就就是是你啦，卡莎。今回就是没选总好的哈。我抢迄上爱暖手，无注意就安尼啊。做咩？先放茶啦。好。挨来啦。卡莎，看起来唔好看，试起来咪是唔会茶哦。唔免挨好讲啦。注射啦吼，菜有难哦。好彩哦，身体还唔会差，做得甲用记下咧。来，咱的种鸡啊，最好食的，看卖啊。这哪边啊2罐1块半啦，我甲你讲哦，甘甜袂死咸，你食看卖啊啦。好食无？好食对无？来啦，买2罐啊。好，多谢你哦，来谢你。好食，过来买哦。好，多谢呢。头家，来，试食看卖。阮神法中盐嘅种瓜，好食无？买2罐啊啦。好啦。当然啦，我等下摕互你。你让迄路行做生意，啊唔会买东西的都。头家，食看卖啊！这酒鬼啊，足好食哦。主要哦，我家太太的，主要呢哦，哎呀，我用手，阿爸我别压下去呢。素梅唔是笑啦，见吼人个热心。明白。吼。唉，最好安尼啦。哦，实在当好卖呢，俺拿过去。開起來唔可惜，但係面先唔會查。有樣面試係做會得。
走个啦，你工作钱，对吧？呀，送上去个凤梨啊，啊，来全球温顺咗物件啦哈，呀，点一下。来，韩先生，多谢。条架奶还是点？各位吼，做条架上来啦。你真嘅有势无？仲系想啉酒咩？好啦，好啦。我攞錢啊，係咪咩唔錯啊？娘可能咩唔錯，呀，全球應該會拿嘅。很好穿哦，係咪關中掛？穿2份新台幣，50貫，穿1年月。吼，係可以買250貫哦，咁穿起來按你撞呢。神爸，拜托下好冇？唔把東西都私從買菜哦，1份2份，唔是按計較啦。變到按100啊，你出嘅貨啊，限卡多，然後佢算錢算到唔抵人。安尼改好啊，呀哈，魚啊嘛該協聽啊，係講安尼啊，安尼應該過3萬1息，3萬1息咧吼，你用今年啊，好賺錢，好賺錢，安尼係改革。如做你同欠人的錢慢槍槍的，慢槍槍哦。幾多時間？係你做咧貴氣啊，開始做跳油的生意，做生意咩？唔解講中意買跳油啊？當然啦，それは私の夢だから。哦，佮安尼东西一个要4千的样咯。哦，这说贵要我吓死人哦！佮现在人足甜啊吼，安尼家私又做得嘛1角天的呢。我就唔相信，佮带安尼东西，银行的人就会通得到。佮对面出世又无通过有安尼东西。哎呦，也係外國人啊！按舊章發明嘅啦，唔懂嘢冇談過啊。你有好冇好啊？先生講吼，對上有反應，那就冇問題啦。喊做咩說話咧？一下就做的事。要買啲東西啊？出堂去啦。你要多做解釋了吧？法嗎？是啦，佢按舊都動押章轉，應該會私報掌櫃。哦，唔免挨好講啦，你做人咧食嘅啊吼，所以嘛佢啊，唔係咪談到乜嘅啊？啊？哎呦，出彩哦！啊，唔伫啊，倒衫卡上用会到的啦，规日安尼无头无势。啊，几样样的啦！要拜！哦，哪有靠啊？迄你来做啊，迄来做事情呢，唔免迄来变东西的呢，弄你倒来原来本事本强啦。是你啦。喂，那我可能没挑事嘅，我们先出去休息一下，让眼睛累就好。是你啦，卡上。你皮公很力哦。我自己摆，好不好？来。你们糖豆妈给啊？瓶子，唔死强，小心爱。我自己摆。做出来总经动困难，用的好都做唔好。卡上，迄唔迄你欠啊？伊吼，讲法够出啦。
无上得多。不过做成球的唔晓做菜，总经做唔得吼。做甜就老卡上好。你就俩下佢是好啊，一行天天的好。当初我做中国的时节，没人来好个啊。正经吃到来做得好的不啊？当然做的。品质，哎，品质哪里到位啊？品质哪里到位啊？是有样啊，冇样哦。有样啊！他会到位。品质，品质，唔通喺度嘅，唔通喺度嘅啊！品质，通喺度嘅啊！不管係4000元、10万元，我冇辦法幫我。通喺度嘅，通喺度嘅啊！通喺度嘅，通喺度嘅啦！让我搞。老公。做来。你冇洗得面床咯？都是都出胖胖啊。咁要？来谁啊？送你的东西，不送你啊？要我给啊？打开来看啊，看有中意吗？嘿，那当几号？我拿钱哦，有冇问题啊？我当发讲加2支，酒4加2，前7加2要够了。你强少嘛？啊？因哪会愈迄种嘛？日本人好是台湾嘅强者哦，爱情嘅总强者的人，属3个富贵哦，卖日本的。恋爱这家，你比方爱这家，用做同家事，共同安排，一统，不是两国。安尼做得传统多钱啊？当然啦，我看那两国，爱买日本哦，一统传你去，3个富贵啊，你想看哪？记下前通呢，也系太神利哦。哎，今人做的加老千万体哦。嗯。啊，做的买煮汤基本品质。哈。我去煮汤鱼啊。动几的煮鱼啊，不过做的边品质哦，汤会倒上哦。研发讲，不管死前也是死晚。佢都会传来本品质，看到其他品质嘅用的哦，我都贯通了。讲死前啊，做咧卖家两个富贵呢。哎，是吧？还好讲哦，
卡上好事合作，我今几年哦想要煮好几次，不过无注意就出火啦。煮出来真经动困难呢，用个啥？当你好啊，用个啥？哎有啊，不过哦，用的好都做唔好。看研发煮菜，要做咁简单呢，我爱煮菜哦。好的啦。我几年来弄滚好无？像卡上样怪烦的无？奶奶又去弄滚啊！我真系想爱攞近尾发生嘅事情本地啊，对乌卡嘅事件竟来竟少，我都冇人好讲法嘅。该要用的啊！我几日喺路卡，唔甘地我喺我被委屈啊！我几日啊，要这样我背啊！看到客户挨落来，拜托，为了赚钱，我要说按多久，我要讲按多花。你几日喊汤弄滚，竟想讲来咁讲无啊？什么？叫你我死的，想我同讲法，讲唔嘞？唔像要讲即间娘的，又娘的，敢爱呢？是你啦，希望唔讲啊，硬糖唔讲。算了，我想要讲法，你说啥？什么？等下哦。因为水上夫都做嚟食哦。系啊，安尼做会下下，冇问题啦。对安尼，唔像无乜嘅时间做得天数照顾阿爸啊，安尼我哋有法度多做一平动咯。我做去平动哦。一餐咩也好，唔知做嘛嘅，改上平动呢？还有啊吼，佢錄睇阿公婆，慢慢以後創業啦，當個冇乜嘅關係。阿神發啲嘅嚇，我唔前同伊講啦，當係啊吼，我已經很惱佢，聽下下選嘅鬼呢本好睇嘢啦。唉，以後吼，下選嘅做生意是冇乜嘅問題啦。頓起啊吼，佢錄睇事情，還要用嚟照顧阿爸，伊全部又唔曉得啦。按件只按到死，哪有時間同伊傾訴呢？素梅，你下台喊白冇強用，唉，我本平時買出頭戲。姑嫂，你要小心繞口啊！幾天操走的。酒罐買2罐。好，我給你啃。多謝你。過來哈。好。佢之前做嘛嘅，我按日本佢講咯。因為成本係種嘢呢，其他人夾菜呢啦。我湯冇嘛是也意思呢，將嘢賺啲錢，唔係全部要我哋阿爸下，而按辛苦打拼，唔係係因為伊要做將怪呀。姑嫂我要翹起來啊！夾賺呢咯。素梅，也沒夾賺呢啦。你同人看咗喺神法件事又爽啊，其他擺中掛，佢哋有啲水喺眼出唔出界。他當然按你強下神法，要係強下，哪有可能收你清楚啊？素梅，你下中國全都係人哋做呢，你有冇其他件事爽嘅咩係人做嘅啊？但係佢哋錢係冇資格留下來。你唱起上去
寻一条路比这个好。俺哋想嘛错啦，考他人啦吼，唔当考七大啦。嗯，哪有考啊吼？还有一般我会想出好诶呐。哎，别别啊！来，中等就好啦啊！呀对哦，迄阿母卡清好个网头老小吗？唔清好迄做会出，迄讲又条条拿去买钱就抵死了。啊，又是小啦，看那个不错。嗯，啊，看到吗？个？牧师哦。认真。哼，唔是变呀出啦。看好来嘛，看清楚。说嘛你啦。对吧？啊。认真，哎，对吧？说嘛你啦。真，哎。好。我迄穿哪裤啊？做你都无限啦。你做嘛个啊？迄也歹种歌，你试看咯。有嘛个问题啊？佮想佮试下嘛，无真正好势，迄毋免糖不用茶呀。咁有？我都冇感觉。你若不偏心是甲你做下煮饭，我已经操纵用甲散了。其实我煮饭用诶，唔捌烧呢，唔烧失做，无我做生意，无资格教人用去做阿妹。真无简单，当批到穿个米丝啦，可以补的啦，就会唔记得做跳鱼个米丝嘛该的啦。迄个唔赖用，家中就做两个买摕啊。买个选的啊，免硬你做三做四，也种的做路帮的啦，买出人意啊。哪要处理啦？阮处理不像条摆，处理爱钱用的啊。get 掉啊！阿爸，莫听佢落去。一缕云，慢慢随风笔，一条路，点等一fin。你都来，本爱偏到明，也不样，紧来紧走，变成了一条线。年来，天空阵风茶似远山。你讲几杯？